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西冷氣，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亦都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大馬 Sir。各位網友好啊，沙冷氣啊，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哋3個頻道芒向正向晒冷氣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希望你留低建設性嘅留言啦。哇！一睇到呢則新聞咧，其實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呢位被稱為江湖最後一位大嫂。咁令我諗起一首歌啊，天下浪子不獨你一人，你何妨說有緣沒有份？天下弱者不是只得我，仿佛到處也是寂寞情人。咁呢單嘢呢，其實都發生咗段時間，咁終於判刑咯。嗰陣好勁啊！係咩事呢？就係呢個喺東南亞鬧得好大，咁就係叫做呢遞槍協助丈夫越獄搶犯，亦都有江湖最後一位大嫂之稱嘅越南女子阮氏海雲就被判監8年啊！咁當然啦，咁其實佢都係犯罪團伙一份子啦，就係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呢？咁佢嘅丈夫呢，叫做龐萬寶，就係呢。被認為喺呢單案嘅主謀，就被判係14年，兩個人咧雙雙入獄啊！咁事發就係舊年年底，咁阮氏海雲呢冒充其中一名被告家屬喺呢個法院門口等待囚車抵達呢，係好似拍戲咁啊！並且喺同伙嘅呢個幫助下並喺同伙從囚車落嚟時候，即刻計上一支槍，協助6名係罪犯逃脫啊！劫法場越獄嘅全過程就俾法院出邊嘅 CCTV 影咗出嚟嘅。咁包括呢係呢個龐萬寶在內嘅6名囚犯，都係因為販毒同埋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武器，並且同一日被拘捕嘅。幾個人被捕嘅呢個影片出嚟啦，因為係你講。我想問下大嫂，覺得為橫掂都孭住咁多啲記錄在身，唔爭再多一條逃獄啦。嗱，咁佢呢，因為後續睇到佢係美貌，但係都冇乜智慧啦，逃獄係。咁被捕後呢，亦都受到騷擾啊，因為嗰啲警察呢，亦都對佢無手無腳，摸佢塊面啦，甚至有人就話：哇，好正喎，大嫂咁講啦吓，話佢某個地方就大。咁呢啲梗係唔好啦，但係佢東南亞嗰啲，即係尤其是啲咁亂嘅國家係咁咁我咁講會得罪人呢？我覺得又唔會。點解呢？邊度柬埔寨大哥好啦，嗱咁睇翻啦，影片顯示呢個阮氏海雲當時向呢個龐萬寶遞手槍，協助佢係逃獄。咁唔少東南亞嘅男士就將呢個行為解讀為愛而奮不顧身。甚至多數人就稱佢為江湖最後一位大嫂，形容佢係東南亞第一深情女子你咁樣係咪害佢大哥？係嘛？第一深情女子咁都係深情嘅，咁講真都係深情嘅。咁法院判決亦都指出越南籍嘅被告龐萬寶同埋黎文天峰，咁因為策劃並且實施係呢個持槍越獄、企圖老謀、非法買賣呢個武器同埋非法持有武器等等罪名，被判14年有期徒刑。咁阮氏海雲同埋阮文興因為向越獄人員提供協助，共謀實施係持槍越獄、非法買賣同埋持有武器等等罪名，被判8年啊！咁當然啦，嗰啲警察又係唔好嘅，摸人哋塊面做乜鬼嘢係嘛？不過咁樣嗰啲地方，你都唔使對佢有咩寄望，真心講。咁作為大嫂呢，知道大嫂文化呢，亦都係近年嚟喺網絡，尤其是係嗰啲視頻平台抖音啦，興起一種叫做圈層亞文化。咁呢，好似啲短劇啦、啲劇集啦，江湖大哥嘅女人形象呢就出嚟。一般嚟講，啲大嫂呢型靚身材好，一套獨特嘅審美、穿搭風格，同埋呢係情感價值觀。咁其實呢，呢個文化呢，尤其是喺一個作品之後呢，就係越嚟越多人係狂飆狂飆OK，狂飆當中嘅陳舒婷之後呢，咁當然呢啲做戲啫做戲啫。咁陳舒婷就係由呢個
喺高葉飾演嘅嘛。咁之後咧亦都後嚟成為咗強盛集團創辦高啟強嘅妻子嚇咁啊，亦都睇到啦嚇，咁係幾型嘅，但係大嫂過度美化係啦，係過度美化唔應該過度嘅，美化之嫌係啊，始終係所以犯罪嚟噶嘛。犯罪嚟噶嗱。咁之前狂飆爭鬆韻啊嘛，張頌文其實係廣東人嚟嘅喎，佢亦都係咧就係扮呢個高啟強啦嚇。其實呢個張頌文咧以前唔係好出名嘅，就係睇嗰啲出道好早㗎，係啊，好早噶。其實好多珠江台啲劇有佢份嘅，佢真係講廣東話噶。都捱咗一段時間先出到頭㗎。東南西北嗰個咧，屌你抖音嗰啲食嘢成日都呢首歌啊！我唔死人第二次唔記得咗嗰部劇叫咩名，我都有睇嘅以前咁因為咧呢個狂飆而出名，當然狂飆亦都帶起咗廣東好多嗰啲係景點啦，係嘛帶起咗廣東好多景點啦。比較而家啲拍啲劇甚至短片嘅，識得揾到呢啲文化文創嘅點加喺佢嘅作品入邊啦。係咁一般咧大嫂形象係咩咧？就係咧烈焰紅唇，咁都係喎。其實呢位阮氏嘅時候都個妝都幾行下嘅咁咧亦都係氣場好夠啦嚇。我對比咗啦，新聞圖片同埋後期啲報道嗰啲片後期嗰啲片同埋相唯都 P 得幾勁嘅喎。你諗下，如果你即係化到鬼五馬六咁樣扮嗰啲啲接囚啲人警務人員咁樣，係人都知你扮啦，大佬，除非你課咗金。一啲大嫂一般嚟講戴個黑超風嗰啲大嘅風衣啦，大波浪頭啦，但係阮氏就唔係咁啦嚇。阮氏就比較，但係阮氏嘅行為都幾有江湖味嘅，不過梗係唔啱啦，呢個係犯法啊嘛。咁亦都係成熟獨立，有手腕，對大哥忠誠，並且危急時候獨當一面。咁你話係咪咁樣劫囚咪獨當一面咧？咁我梗係唔係啦，呢啲犯法嚟啊嘛。咁不過咁喺網友嘅二次創作當中咧，大嫂唔再黑幫大佬嘅呢個係女伴，但係我哋呢節節目嘅主角佢真係黑幫大佬個女伴係一種象徵，展現女性喺親密關係當中主導權同埋清醒理智推崇咧就係事業要有同埋咧網友經常利用呢個形象進行反差感嘅創作，調侃男性地位，反映當代青年對於傳統權威嘅複雜心理。咁對於江湖大嫂嘅敘事咧，其實都拍戲啫尤其是咧呢個咁阮氏嘅新聞出嚟咧，其實都有好多二次創作，就單槍匹不罵救大哥呢咁嘅嘢啦都係得啖笑啫今日網絡上咧流行嘅大嫂不孝生死難料呢啲咁嘅江湖氣息嘅叫做順口溜啦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多數攞嚟調侃嘅啫各大平台咧亦都有海量嘅大嫂風格嘅呢個穿搭係即係竟然帶起咗呢個時尚嘅一個潮流添。其實我覺得最有大嫂 feel 嘅係呢個《繁花》入邊仙子嚟Lily 就似大嫂啦，係嘛？OK，佢係邊個嘅嫂呢個咩咯 ？A 先生咯，不死咗，似係遺孀比較多喎。係，不過嗰種霸氣都好勁咁睇翻啦大嫂呢啲都係得啖笑嘅啫都係大家即係當係玩下就算啦即係話唔係嗰個玩即係當係玩笑咁樣開下就笑算啦即係講真啦，呢啲大嫂咧當指大哥嘅老婆即係長或者咧係呢個佢女朋友咯，係嘛？咁同埋咧有出劇嘅得不過你可能冇睇過就係王晶編劇，徐冬冬主演，徐冬冬嫁咗啦，大家睇椰樹牌知道我講邊個啦嘅呢個犯罪動作電影，由細飲到大大嫂相關噶呢句冇錯咁當然啦就係亦都係咧社會事件，就係指呢單柬埔寨法院劫囚事件，毒梟丈夫咁越獄啦，被稱為江湖最後一位大嫂嘅阮氏咧嘅劫獄咧，亦都係俾人哋，我覺得係呢個係美化咗但係其實佢就係一個係劫獄犯咯犯亦都係判8年有期徒刑嘅人咯，一個有罪嘅人咯，係嘛？大家亦都唔需要講真，亦都唔需要過度嘅呢個係吹捧普通人嚟嘅啫。其實佢係一個都唔係普通人，一個係犯咗事嘅女子咯，好，咁今節嚟到呢度先啦，多謝各位網友，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議題咁先，拜拜。